有一位心理师，伊私底下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就是民谣乐团的主唱。因去年有发第3张的专辑，引用1947年的台湾社会背景做历史故事，把这个228事件写入内面，用音乐来记录这段历史。 悲情的歌声甲摇滚的节奏正斗搭，台湾民谣金属乐团行过三途，去年出一张专辑《金梦》，以战后国民政府来台进前的社会做背景，唱出当时人民拄到的生离死别。 就是用的做侪小人物的故事，就是伊其实毋是啥物足文明的人，所以这种留落来的这个人的感情，迄时阵看。 有一本册叫《无法送达的情书》，就是有遗书。啊，迄时阵看迄册，遐个心情，就是甲伊，就是想讲试看卖，甲伊写落来安尼。 主唱周慕姿，另外一个身份是心理治疗师。这摆的专辑是延续顶一张的故事，其中一条歌《高顶微微》，希望大家透过音乐思考过去的历史，甲伤痛记好条，莫互悲剧大重演。高中的时阵，第一摆看到一本册叫做《家人渔港228》，基隆渔港228。 啊，迄是我第一届，就是知影228伊较详细的即个历史。啊，迄时阵看就是一直哭。我足希望讲会使互做者人，这是一个文化创伤。这张专辑的故事背景，佮选用早前的家人讲，嘛有特别的意涵。和平岛已经叫做社寮岛，希望讲大家知影讲，其实即摆咱想的迄。 地名可能拢是美化后的地名，其实已经拢有一个故事。这张专辑10条歌听起来有淡薄悲伤，这嘛是行过三途的第3张唱片。因希望台湾人会当透过歌谣来追忆这段较早未当讲出来的悲欢离合。记者郑雅文、徐凯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